即马为着这民众的交通安全，交通部呢是打算要甲这汽车的查日纸用统一的标准来规范，互每一种车这见光的这个纪律拢是符合标准。安尼驾驶咧驶车呢嘛较看会清楚，望会当改善交通事故的发生率。路里真侪车拢会搭计烧纸，毋过见光率拢无同。为着民众的安全，交通部对去年开始推动汽车计烧纸的规划，统一见光率的标准，互驾驶咧驶车的时会当看较清楚。交通部表示，对今年2月28开始施行，对头一届申请领牌的新车开始管理。一般的车辆就是前挡透光率这个隔热纸要求70%，前侧窗要求40%。针对计程车跟幼童专用车的部分，基本上前挡要求70%，后面前侧窗、后侧窗还有后挡基本上都要求透光率40%。交通部希望透过这项政策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。消基会认为这项政策真好。不过，若是施行一阵仔了后，发现效果有限，建议也会当考虑对旧车来做调整。因为只从新车来做实施，那万一改善道路安全的成效是比较有限的，我们说不定也可以考虑日后要不要订定落日条款的缓冲期，把旧车也可以把它纳管。交通部嘛提醒车主，以后有搭计烧纸的需求，要选择有符合标准规定的，唔通乌白搭。若是检验到无合格，是会开罚，甚至吊销，也是吊扣牌照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